流程嘅主要用途就係要將好多唔同動作串連起嚟，整到佢哋自動化。例如 What to Flow 可以叫個流程等待接收信息，然後分析下個信息係想要做啲乜。比如想申請加班，你就可以用流程食咗申請信息入嚟，自動去發動對應嘅申請表，自動按 WhatsApp 嘅信息填好，再按流程派送去相關人員做批准。所以好好活用流程，你就可以喺 WhatsApp 上面實施好多唔同嘅應用。言歸正傳，今次我哋先用最簡單嘅推廣流程嚟示範。呢個流程只係需要群組發送推廣信息，相對簡單。我哋只需要喺流程圖上面選擇表單節點，拉出嚟，再用線將開始節點連起嚟，之後再拉出結束節點，又再將佢哋連起嚟。留意線上面嘅箭嘴，方向好重要。我哋可以喺表單節點嘅圖示上面 double click， 開啟設定頁，跟住係要發送表單，呢度選擇返先前做好美容院推廣預約表。另外，收件人可以選先前匯入好到系統裡面嘅聯絡人，呢度可以用不同嘅主題標籤過濾返你要用嘅聯絡人。嚟到填表模式，喺呢度有必要說明一下 ，What to Flow 支持3種方法做填表：一用自然語言 AI 自動填表。二用第三方數據，例如你個企業系統、人事系統裡面嘅數據拉出嚟填表。三就係今次 demo 會用到嘅，發送張預約表單俾人，手動填表。之後通知信息，呢度選擇返先前做好嘅信息模板，亦即係會群發出去嘅信息。